地方放送头，咱镜头来高雄。最近高雄有真侪景点，都会当看到黄色的布置。外界都在要讲，敢是黄色的阿美亚，搁要登去高雄啊？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讲，过年的期间欢迎乡亲落南去南部行行的，就知啊。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甲温馨的景点辅导，普及大港桥，甲高雄港是看落真温暖。市长陈其迈铺相片，讲到10年来建设甲转变。嘛讲要甲真大的欢乐季节，搁甲炸转来食，互网友想到10年前温馨的阿比亚。会吧，因为很可爱啊，就是很特别啊，那个鸭子。对年轻族群来说，可能要摆一些更适合年轻族群的东西吧。事实上，2013年9月，温馨阿比亚头一届伫台湾巡回，头一站伫公园码头，都为高雄带来390万观光的人次。现在阿比亚到底敢会来？陈其迈是无讲明。敢讲明年新正向南部行就对啊！请大家拭目以待，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惊喜。好，因为我想有一些筹备的工作了哈，还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。这个撤了之后，那个人潮就消失了。大型活动会当促进观光，不过民众嘛烦恼讲热度会当维持偌久，或者认为市府应该结合资源，扩大观光的效益。游程跟商圈整体的配套措施，好，包括这个小鸭经济，它能不能跟每一个商圈去做串联的合作？好，另外就是规划相关的行程。阿比亚乃当重新登来高雄港，岸上会当带来大量的人潮，或者嘛提醒市府应该好好运用附近轻铁等等的大众运输，提升运输的效率，唔乃当增加轻铁等等的运量，嘛当透过周际的交通路网，让阿比亚的经济扩大到其他的商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